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8月3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8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90天。前线共发生139起战斗，仅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就发生了41起。德国图片报记者朱利安·罗普特8月26日报道说，乌军已重新夺回波克罗夫斯克全部地区，并成功在南部边缘建立了防御阵地。他表示俄军的夏季攻势就截止到8月份的已经以惨败告终。克里姆林宫的大部分目标都已落空，多部罗皮利亚方向作战要么俄军阵亡，要么已经被俘。战争研究所说俄军在2025年4月至8月期间设定的夏季攻势已彻底失败，早前所设定的所有目标都未能实现。俄军试图占领顿涅茨克地区的波克罗夫斯克，但他们8月的突破已被消灭或俘虏所有部队而告终。那么图片社和战争研究所的双方的观点可以互相验证。俄军在红尊城，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的攻势已经彻底失败，并且败得相当之惨。我们根据特朗普他的那个真相社交上发的，特朗普说，我刚刚得知在本月这场荒唐的俄乌战争中，已有将近2万名俄罗斯士兵丧生，就整个8月份死了2万这是俄军自年初开始，俄罗斯已损失了112500名士兵，这是大量不必要的死亡。然而乌克兰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自2025年1月1日以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大约8000名士兵，这还不包括那些失踪的士兵。也就是按照特朗普的公布的这数字今年1月份以来，俄罗斯是死了112500名士兵，乌克兰是8000，这个伤亡比还是相当的惊人就是差不多平均死15个俄军士兵，乌军才死1个，说明俄军确实都是耗材。在普京看来，死多少人不重要，都是耗子。第二个也说明这个俄军的装备、俄军的战术都有问题，人海战术送人头这是特朗普他在那个真相社交上发布的一组数据。不过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这个8月2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说俄军已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集结多达10万人，正在准备进攻行动。也就是说虽然这个俄军这个夏季攻势失败了，但是他第二轮攻势又已经开始泽连斯基表示目前前线局势基本可控，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形势最为严峻，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局势已得到控制。俄方对此暂无回应。8月29日正好是乌军阵亡将士的纪念日。谢尔斯基他说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因此他说我们在8月29日向为我们献出生命的乌克兰捍卫者致敬，请缅怀那些为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牺牲的亲人、朋友和熟人。这场争取乌克兰生存权的斗争自2014年以来从未间断，自2022年以来，乌克兰人一直在全面战争中捍卫自己，这是一条极其漫长的艰难的勇气之路。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支持乌克兰的人们。当然了，这一切在黄俄眼里都是不值得的，黄俄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投降有什么不好。乌克兰安全局的这个局长马柳克他说在过去1周乌克兰安全局攻击了俄罗斯17个系统，这些设备总成本超过2.5亿美元。当然了，马柳克并没有说明这是什么设备。乌军用无人机击中了被占领克里米亚的俄罗斯 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中雷达设备，占领者在半岛上的又一次凯旋被致盲，也就是雷达被摧毁看起来是一次失败。对暂时被占领的克里米亚非军事化正在进行中。这个是乌克兰的情报总局他们的特种部队对克里米亚的一次袭击中把 S-400的雷达给摧毁，这个是高价值目标乌军总参谋部说在8月29日夜间，乌军对俄境内布良斯克地区叫奈托波维奇居民点附近的线性生产站进行了综合火力打击。实际上就是这个俄罗斯的一条主输油管道它主要是运送柴油燃料，特别是供应俄罗斯占领军的这个后勤补给。该设施输送能力约为每年1050万吨，而该设施已经遭到乌军无人机的打击。
发生火灾。8月29日凌晨5点左右，乌克兰侦察兵摧毁了俄罗斯特维尔枢纽火车站的基础设施。这个特维尔火车站发生强烈爆炸。据乌克兰媒体援引国防情报总局消息，爆炸物被放置在可能装满燃料的铁路油罐车的下方，并通过远程引爆。爆炸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油罐，并波及整个车站区域。此次袭击是破坏俄罗斯后勤能力的行动之一。根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啊，在北令海峡的楚科奇，属于俄罗斯的影子油轮之一啊，一艘油轮发生大爆炸，在熊熊大火之中该油轮已完全倾覆，就是沉下去了。这个恐怕又是乌军情报总局或者是乌克兰安全局的杰作啊。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受乌军无人机打击导致管道基础设施受损的影响，俄乌斯基罗加石油出口码头9月份的日产量将降至35万桶左右，约为正常产量的一半。乌斯基罗加港运力下降，将导致石油运输转移到俄的叫普里莫尔斯克港和新罗西斯克港，说明遭到乌军的打击之后俄罗斯的这些港口输送能力是急剧下降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出口输油管道的袭击以及美国对印度进口商品关税翻倍，也就是2级制裁似乎影响到了莫斯科的原油出口。根据油轮追踪数据说，截至8月24日当周，俄罗斯港口每周原油供应量减少32万桶每天，跌至4周最低点272万桶每天。由于波罗的海港口乌斯基罗加装载量减少，流量也下降。据称，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加剧，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位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友谊输油管道系统的乌恰涅泵站，在过去2周内2次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这些袭击阻断了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原油管道运输，似乎也阻碍了从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乌斯基罗加港的装运。最近对伏尔加格勒和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的袭击，导致俄罗斯原油加工量每天减少约70万桶。这个对俄罗斯的经济来说那是雪上加霜俄罗斯现在就是缺钱，结果国内的炼油设施码头输油管道都遭到袭击，打的就是俄罗斯的钱袋子。关键是乌军的成本并不高，家底再厚也经不住这种打击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大家都以为或者都认为这个本能的认为美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如果以国家来算的话，恐怕美国是最大的援助方，也说得过去。但是真正的说援助乌克兰最多的是全世界的个人，就是以个人名义援助乌克兰，才是拯救乌克兰的关键根据统计说有1500万人为乌克兰捐3120亿美元，这个远远超过美国给乌克兰的援助。美国给乌克兰援助最后算来算去，反正1000多亿吧，1300亿美元都没有超过这数。你比如说这个比尔盖茨宣布向乌克兰捐款100亿美元，扎克伯格妻子宣布捐款3亿美元。这个不仅有企业界人士对吧？这个世界各地的那些企业家我记得巴菲特就没少捐，每次让他儿子去乌克兰。那么还有这个明星对吧？世界各地的明星也纷纷踊跃捐款，甚至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咱们节目也经常介绍什么立陶宛的，什么捷克的，还有甚至匈牙利就是他们匈牙利政府是对乌克兰不友好，但是他的老百姓人家自发组织捐款，对吧？捷克的老百姓人家自发组织捐飞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公道自在人心这个比利时国防部表示比利时将尽快向乌克兰交付 F-16战斗机，并将在今年通过这个欧盟机制向基辅提供1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这个比利时很有意思也就是追加援助1亿欧元，因为他前几天刚说了要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现在又加1亿，那就是11亿。我们再看看这个德国德国总理给特朗普泼冷水。
说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显然无法实现。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德国总理莫尔茨当地时间28日表示，尽管特朗普政府参与推动俄乌谈判，但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直接会谈无法实现。莫尔茨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时对记者表示，与上周特朗普和普京共同商定的内容不同，泽连斯基与普京显然不会举行会晤。政治新闻网称特朗普日前在白宫会晤欧洲领导人后，曾宣布已开始安排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但俄方随后降温，称俄乌首脑会晤短期内难以实现。报道称欧洲领导人私下对特朗普推动俄乌达成停火协议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不过，莫尔茨最新言论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欧洲领导人对推动停火协议举措能否奏效的最强烈公开质疑。莫尔茨更是首次对俄发出威胁，说如果普京不与泽连斯基会面，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更严厉的制裁。他说泽连斯基上周在华盛顿明确表示，乌方准备在未来几天与普京坐到谈判桌前，现在球在莫斯科手里。如果俄罗斯总统真心希望结束这场流血冲突，他会接受这个提议。如果俄罗斯不采取同样行动，就必须加大施压。为此，欧盟正在准备新的制裁措施。同时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他28号在法国南部这不是会晤来访的德国总理莫尔茨吗？在会晤期间马克龙对记者说法国、德国致力于让欧洲在俄乌冲突中坚持自身地缘政治立场，让欧洲重新武装自己，确保自身安全。很显然这个说通俗一点，就是要让乌军在前线拖住俄罗斯然后欧洲要利用这个时间要发展军事、发展军工武装自己。这不是马克龙和莫尔茨对吧取得共识就是欧洲重新武装自己，不能依赖美国了。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雷乌斯说柏林也就是德国与基辅在德国资助下在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的合作进展非常满意。这个实际上就是德国的国防部长在暗示乌克兰最近不一直在秀肌肉嘛，展示自己远程打击能力。这个恐怕跟英国跟德国对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家还记得吧？德国的这个莫尔茨把一个金牛座导弹呢是吧故作疑云一会儿要援助，一会儿不援助，让整个俄罗斯整个高层都神经兮兮的，夜不能寐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人乌克兰自己的远程武器对吧已经端上了桌面这个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它披露了乌克兰新型火烈鸟巡航导弹的细节。它说，在美国拒绝提供战斧导弹后，该国仅用9个月完成研发，目前已进入量产阶段。该导弹90%部件为国产，采用玻璃钢弹体和什么 AI-25 发动机，目前每天能生产1枚，预计10月将提升至每日7枚，单枚成本低于100万欧元。当然了，这马要拉出来溜溜，对吧？在战场上实验，现在吹得它多厉害也没必要。这种导弹一个就是要成本低、量大管饱，对吧？这是制胜的关键如果再加上精确度高，那就更是无敌结合德国的这个国防部长皮斯乌留斯的这个说法，以及这个德国以前说的，对吧？帮乌克兰人呢要搞这种远程武器，所以说有理由相信这款神秘的火烈鸟远程这个巡航导弹跟德国甚至跟英国都有密切关系。他们提供了技术支持，比如火控，还有这个导航对吧？或者是发动机等等，这是最快解决乌克兰缺乏远程武器，然后又不引发俄罗斯对吧升级战争的这个办法，也就是让乌克兰山寨美西方已有的什么金牛座这些巡航导弹。乌克兰有这个技术乌克兰军工的底子那是非常强的，所以你只要稍微给点技术，再给点资金，人家很快就搞出来。根据美国媒体说欧盟准备将俄罗斯被冻结的2000亿欧元交给乌克兰。欧盟委员会正在研究一种机制，将近2000亿欧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转移到一个用于乌克兰战后重建的专项基金中。总之说来说去就是这个欧盟整天就打这个冻结了俄罗斯资产的主意，想方设法的要把它塞给这个乌克兰，但是又不能引起这个世界其他国家的这种警惕，也就是要合理合法。这笔钱不管是用于乌克兰的重建，还是用于乌克兰现在的这个反抗俄罗斯的侵略，那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关键它是用了俄罗斯的钱打俄罗斯特朗普自从他
他上台以来啊，他的对俄乌战争的这种种种言行和行为啊，大家都认为这个特朗普啊不正常，有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有什么把柄在这个普京手上，甚至有人认为特朗普是普京的这个帮凶啊办事员。当然了，特朗普也不避讳啊，说他跟普京的关系。这些结论、这些说法都是网友或者某些媒体啊持这种观点。那最近啊，有一个国家领导人直接就说特朗普啊是俄罗斯的资产，换种说法吧，美国领导人是苏联或俄罗斯的特工。这个人就是匈牙利的总统雷贝洛德索萨。这个葡萄牙总统啊，雷贝洛德索萨说啊，他说世界最重要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客观上是苏联或俄罗斯的资产，他发挥着资产的作用。大家看视频啊。O líder máximo da maior superpotência do mundo, objetivamente é um ativo soviético ou russo. Funciona como ativo. Eu não estou a dizer que haja uma aliança. Eu não estou a dizer que haja uma aliança baseada na amizade ou na cumplicidade económica, ideológica, doutrineira, não. Estou a dizer que, em termos objetivos, a nova liderança norte-americana tem favorecido estrategicamente a Federação Russa. 就我理解他的意思说啊，即便啊特朗普不是俄罗斯的特工，那就是特朗普所做的事情，他的所作所为，对吧？他的影响，那就相当于他是俄罗斯的资产，发挥着俄罗斯资产的作用。或者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吧，就是特朗普客观上是在为俄罗斯的利益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排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同时强调，最高级别会晤必须在专家层面得到充分筹备。按照他的说法啊，目前还不能说专家层面的工作正在热烈推进。他强调，俄方仍保持对这类谈判的兴趣和状态。他补充说啊，俄方已向乌克兰传达己方立场。特朗普啊，心心念念的对欧洲盟友所说的，对吧？他组织俄乌双边会谈，或者是俄乌美三方会谈，显然啊，再一次落空啊。因为这个普京啊一直说他愿意跟泽连斯基会晤，但是他前面一直加了一个前置条件。这个前置条件翻译一下啊，说俗一点就是乌克兰无条件投降。你答应无条件投降，那马上见面签字，那你说这不是扯淡吗？所以俄罗斯人啊想出一个又一个的花招啊，耍这个特朗普啊，把特朗普是耍得团团转。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阐明了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的条件，第一个是非军事化、去纳粹化、中立、非军事联盟和无核地位，承认领土现状，保障俄语及讲俄语人口的权利。扎哈罗娃同时还强调啊，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应当是谈判的结果，而非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你看啊，这个俄罗斯人实际上开出的条件就是乌克兰无条件投降。8月27号啊，美国副总统万斯啊接受采访时表示，准备好接替特朗普承担总统职责。当天主持人称万斯距离总统只有一步之遥，问他准备好承担最高统帅职责了吗？万斯回答说自己在过去200天里获得了大量实战培训，倘若悲剧发生出现重大变故，他想不到还有比过去200天获得实战经验更好的准备。这个媒体说啊，万斯称若特朗普遇不测，已准备好接班。但是最后啊，万斯也把话说回来了啊，他说表示对特朗普的健康充满信心，相信他会完成剩余总统任期。也就是万斯说啊，祝特朗普啊万寿无疆，对吧？万斯呢就是身体永远健康啊，卢比奥那就身体是比较健康。这个万斯啊，按照这个俄罗斯的说法，那就是要急于接班呢，那就急于登基啊，不光是接班，这个在俄罗斯那是大忌啊。在俄罗斯，如果他说这话，那立马万斯晚上不是这个高坠啊，就是对吧？莫名其妙中毒啊。可见美帝啊，还是叫制度自信啊，不怕篡权，也不怕谋逆啊。普京这个啊，一大半的精力啊，都用在防政变，对吧？防谋逆。对身边的人，离他越近的，他越怀疑，因为离他越近，就是离权力越近的人，头脑容易发昏呐，认为比克取而代之啊，所以对吧，他都不信任。尤其是那些天天唱高调的，对吧？什么做啊普京的一个什么战士的啊，
口号喊得越响亮，越要防。比如卡德罗夫，比如这个绍伊古、梅德韦杰夫，普京自己一手培养的这个普里戈金，居然都能反他。所以说啊，梅德韦杰夫敢不敢讲这样的话？敢不敢说万斯一样的话？那绍伊古就更不敢讲了。九民敢不敢讲？不说普京在培养9名接班吗？卡德罗夫敢不敢讲？俄罗斯没有一个人敢讲这种话啊！说普京要有个万一，有个好歹，我已经准备好接班。这普京啊，对吧？先不要管自己有没有好歹，对吧？先让你好歹一下。在俄罗斯啊，谋反政变，它不是看你的行动，而是你有了谋反和政变的实力，那你就是在造反。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